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5月28日，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首先係同香港人有關嘅新聞。第一則新聞，衛報報道，快時尚品牌 Shine 以轉戰香港交易所上市，喺倫敦上市嘅計劃受阻。根據衛報所透露，快時尚品牌 Shine 由於喺英國上市受阻，傳聞計劃轉往香港交易所上市。Shine 嘅供應商主要喺中國，但公司總部依家喺新加坡。消息指 Shine 計劃喺未來幾星期內向香港交易所提交初步招股說明書。跟住到 BBC 網站嘅消息。第二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利物浦發生球隊勝利巡遊期間汽車撞人事件，警方延長拘留疑犯時間，繼續調查事件，造成79人傷。第三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水務公司泰晤士水務 Thames Water 因污水排放違規及股東派息問題，被監管機構罰款1億2270萬鎊，創下歷史最高罰款紀錄。第四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能源公司因強制安裝預付式電錶引發爭議，數以萬計客戶將獲賠償，總額超過7000萬鎊，當中包括寫債。第五則新聞， BBC 報道，前 NHS Test and Trace 負責人 Berenice Didot-Harding 指控英國前財相辛偉誠 Rishi Sunak 阻止增加隔離支援金，或令死亡人數下降。第六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連鎖超市 Tesco 引入 AI 技術監察自助付款，引發顧客質疑，有人甚至表示不再使用，員工亦表示需要更多支援。第七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警方高層致函內政部，表達對政府提早釋放囚犯計劃的憂慮，擔心會損害公眾安全及警隊士氣。第八則新聞， BBC 報道，倫敦市長支持大麻合法化建議，倫敦藥物委員會呼籲將個人使用大麻非刑事化，並提出相關政策建議。第九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確認今年春季為有紀錄以來最晴朗，英格蘭及威爾斯東部氣溫將於週末升至26攝氏度，但未達熱浪定義。第十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倫敦警察廳長表示，警隊需要更多撥款以實現政府的打擊罪案承諾，應對多年來的削減經費壓力。第11則新聞， BBC 報道，愛爾蘭 Republic of Ireland 失蹤案，25歲孕婦96年失蹤，警方將調查升級為謀殺案，並於斯里夫布魯姆山 Shreve Bloom Mountains 展開搜索。第12則新聞， BBC 報道，英國政府計劃放寬英格蘭小型房屋建築商嘅環境規定，以幫助佢哋建造更多房屋。工黨委雅蘭 Angela Rayner 希望簡化規劃系統。第13則新聞， BBC 報道，美國搖滾樂隊 Kings of Leon 因主唱 Caleb Followill 喺玩耍時受傷，被迫取消今年6月同7月喺英國嘅演出，包括威爾斯同蘭開夏郡 Lancashire 嘅表演。第14則新聞， BBC 報道，倫敦前999接線員指控大都會警察 Met Police 未有履行承諾，縱容涉歧視言論嘅同事復職，事件涉及 Wimbledon、Issy Fine， 因而辭職並提起訴訟。第15則新聞， BBC 報道，蘇格蘭警方揭示疫情後兒童性侵犯案增加，犯人可在30秒內於網上接觸兒童，警方採用輕敲方式逮捕疑犯。第16則新聞， BBC 報道，彭布羅克郡 Pembrokeshire 支庫麥島 Selma Island 嘅海雀數量創歷史新高，儘管全球海雀數量下降，該島為海雀提供理想嘅棲息地。第17則新聞， BBC 報道，法爾柯克 Falkirk 失蹤案，19歲青年 Cole Cooper 失蹤3星期，蘇格蘭警方深表關注，呼籲公眾提供協助。第18則新聞， BBC 報道，北貝爾法斯特 North Belfast
發生宗派襲擊，房屋遭投擲磚塊，北愛爾蘭領袖譴責事件，要求執法部門採取行動。第19則新聞 BBC 報導，威爾斯首席部長 Eluned Morgan 呼籲取消兩孩福利上限，並對兒童貧困表達擔憂。跟住到衛報網站嘅消息。第20則新聞，衛報報導，薩塞克斯郡2名警員喺2022年於聖倫納斯 St Leonards 嘅護理院被指控襲擊一名92歲嘅單腳老人，但案件唔成立，或將面臨行為不當聆訊。第21則新聞，衛報報導，伊朗威脅終止同歐洲嘅核談判，譴責英國大使言論，指若英國同歐洲堅持另有濃縮，將停止所有談判。第22則新聞，衛報報導，希斯路機場 Heathrow Airport 嘅行政總裁因停電期間未能接聽電話，表示深切遺憾。第2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猶太團體成員因未能就以色列喺加沙嘅行動發聲而辭職，表示對團體領導層失去信心。第24則新聞，衛報報導，利物浦球迷對勝利巡遊嘅交通管制措施感到震驚，表示對車輛碰撞事故嘅發生唔感到意外。第25則新聞，衛報報導，利物浦巡遊撞車案，警方延長拘留疑犯時間，7人仍在醫院留醫，疑犯被指涉嫌虐駕及企圖謀殺。第26則新聞，衛報報導，北愛爾蘭嘅巨人提到 Giant S Causeway 遊客將硬幣塞入石柱縫隙，造成損壞，國家信託呼籲停止呢種行為。第27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貿易專員訪問以色列，被指信息混亂，外交大臣暫停貿易談判後，勞工黨允許專員加強商業聯繫。第2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將削減自然保育嘅農業基金，只有小型農場先可以申請，旨在保護環境嘅計劃面臨重大挑戰。第29則新聞，衛報報導，荷里活演員 Paul Danon 死於藥物濫用，驗屍官裁定其死因為處方藥物同埋非法藥物嘅混合作用導致。第30則新聞，衛報報導，曼徹斯特博物館 Manchester Museum 獲選為歐洲年度博物館。呢間擁有138年歷史嘅博物館，旨在建立同理心。第31則新聞，衛報報導，倫敦市長簡世德 Sadiq Khan 支持局部將大麻合法化，研究發現現行嘅執法對黑人社區造成不成比例嘅傷害。第32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市面嘅衛生巾驗出毒性農藥含量超標40倍，當中嘅草金 Glyphosate 已被證實同癌症有關。第33則新聞，衛報報導，世界各地嘅影像精選，包括巴厘島巴黎嘅人體彩繪、重生嬰兒以及火山爆發等，由衛報嘅圖片編輯精選。跟住到天空新聞網站嘅消息。第34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安德魯泰特 Andrew Tate 同佢嘅兄弟被控強姦等罪名，涉及3名女性。CPS 已授權起訴。第35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戴安娜王妃 Princess Diana 嘅家族舊居位於北安普敦郡 Northamptonshire 嘅一間農舍而遭縱火焚毀，斯賓塞伯爵表示震驚。第36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2名警員被控毆打92歲長者，但喺倫敦嘅審判中被判無罪。事件涉及噴胡椒噴霧同埋電擊。第37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蘇格蘭19歲青年高爾夫柏 Cole Cooper 失蹤超過3星期，警方在 Longcroft 小鎮展開大規模搜索，其母親憂慮或被車輛帶走。第38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前 Hollyoaks 演員保羅丹南 Paul Danon 因混合毒品死亡。驗屍官裁定死於意外，佢嘅死因係海洛因、美沙酮等毒品嘅綜合毒性，
加上苯二氮卓類藥物。第39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前首相顧問多米尼克·卡明斯 （Dominic Cummings） 表示，柏丹拿 （Kemi Badenoch） 將於1年內失去保守黨黨魁位置，並指已有人密謀推翻佢，並建議法拉奇 （Nigel Farage） 如何成為首相。第40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水晶宮 Crystal Palace 球星伊比爾自伊切 （Eberechi） 透露，希望透過基金會幫助兒童。伊切表示，足球內外都缺乏正面嘅榜樣，呼籲更多人以身作則。第41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法院獲悉，焚燒可蘭經相當於重新引入褻瀆法。被告 Hamid Jushkun 否認喺倫敦土耳其領事館外作出擾亂秩序嘅行為。第42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格拉斯哥 Glasgow 嘅寄養院舍監 Yvonne Kinnan因虐待4名兒童而被判監，佢嘅虐待行為包括欺騙1名女童話佢嘅母親已去世。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不過，我已經將每條新聞嘅標題來源整理咗喺 Paste 網站，連結已經放咗喺呢段片嘅描述欄度。你可以 click 入去，揾到你有興趣嘅新聞，再去睇返詳情。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